醒了，看什么看啊？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是不是弄痛你了？啊，放手！不放！放手！不放！走错房间了吧？小师妹，我要回太乙山了。啊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我生是太乙山的人，死是太乙山的鬼，我不能待在这儿。你再说一遍，你是谁的人，谁的鬼？哎呀，反正我要回太乙山。不行，你要是回去，我就上太乙山把你给绑回来。我就是要回太乙山。我五哥的你病确定要回太乙山是吧？好了，可以啊，回应该头就没有吧把你绑回来。不过看姚斌要走啊，肯定强撑着的。一天也不行。啊！你这人怎么这样？还有这样的一天呢？我怎么样了啊？我这人就这样。看好戏吧反正你不许回太乙山。那我去找我姐姐。更不行。你要是敢去，我现在就把你绑起来。不信你试试。你敢？要不要试试？懒得跟你废话。小师妹，我走了啊，你记得回太乙山看我。啊！五哥，你这样对我师姐，就等着她的大招吧。五哥，五哥，喂，哇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五哥，我苏简生平最崇拜的人就是我自己，我真没想到，杜瑶兵才是真英雄啊！你说什么？我马上啊！娘娘腔，我调教我男人，你干嘛多管闲事啊？那你干嘛要把他绑起来啊？回太乙山啊！他既然不让我回，我就把他绑了，一并带回去。啊，不过你别告诉小师妹啊。你是说绑五哥的事情，还是回太乙山的事情啊？都是，毕竟我找到了我姐姐，我得回去跟我爹说一声。但是我不想让小师妹担心。好，这样，妹妹的事情呢，就交给我了。你们俩要走就快走吧。行啊，这次表现得不错。那我就先告退了。走了。慢用啊。表哥，我们沿着地图路线走了这么久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我们好像离太乙山越来越近了。老五说，逝水红颜已经把传承渡到了妹妹身上，我们要抓紧时间，我怕妹妹撑不住。我相信冉冉。
我的好弟弟，我真的不能师傅，只属于我，只属于我。日讯的心，日讯的心，自认为只属于没有人会爱你，没有人会爱你。如果没有，你会不会爱上我？你妹妹不爱你，什么都说不说。日轩也不爱你，没有你，哥哥们，你都忘了吗？就能变成情日轩爱你，我不会去洗，我不会去洗，你呀，也不会去妹妹也爱，更都得不到你的爱，注定好恨你！毒中啊！苏冉冉。怎么回事？我突然起来干嘛？好热，好热。哥，你想干嘛？冉冉，冉冉，你怎么样？冉冉，起来。怎么了？娄少主，他快撑不住了。我知道。真的无解吗？如果他真的忍不住成魔，你该如何？他若成魔，我便陪他一起。或许，只有他才能陪你走到最后吧。日轩，我是不是没救了？不会的。我自己的身体，我最清楚。我继承了逝水红颜的一切，我现在感觉自己好渴好渴，就算喝了一整壶的水，都解不了我的渴。我该怎么办啊？那我就带你离开。我们可以去逸仙谷，去西域，去边疆，去哪里都好，找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。可是素女师傅已经死了。二师兄和净慈师太说，如果我真的成了逝水红颜，他们一定会杀了我的。我想了很久，与其到时候让他们亲手杀了我，让他们难过，还不如我自己找一个地方自我了断，这样谁都不会受伤害。那我呢？我该怎么办？何去何从？日轩，要不你带我回逸仙谷吧？好。我好怀念那个时候的日子啊。好。
日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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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影，日轩，我感觉我快要死了。没事，你只是病了，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七哥，冉冉可不可以求你一件事？什么事情？你说吧。你可不可以不要把我的状况告诉爹爹、娘亲，还有其他哥哥们？我怕他们担心。可是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哥哥答应你就是了，啊。七哥，你放心，过不久我就和日轩去逸仙谷了，在那里一定会有苏女师傅留下来的蛛丝马迹，一定会找到解救我的法子的。妹妹，你一定会获救的。对了，五哥的病也好了，你们就回京吧。我不想跟五哥和师姐他们告别，我怕他们难过。你就不怕哥哥我难过吗？七哥。